哇，果然 Happy Friday 喎，仲有咁多開心果甜品，好正咁喎。係啊，簡 Sir， 你要試下獨食藍皮啊嘛。呢個 mousse cake 口感一流，味道鹹甜夾雜。簡 Sir， 上年中港股市反彈咧，我都算係食咗粒開心果，唔知道今年嗰粒開心果會唔會變味呢？舊年中港股市強勁反彈，中國推出嘅財金措施支持經濟，政策信號強烈。最近人工智能為市場重新引入增長動力，兩會工作報告亦都重點提振消費同埋推進房地產市場同埋物價穩定，政策保持靈活有彈性。係啊，美國最近仲宣布對中國嘅商品加徵關稅啊，咁樣對中國會唔會雪上加霜呢？根據2018年美國第一次向中國大幅加徵關稅，當時人民幣快速貶值，時至今日，中國出口對整體經濟仍然有龐大貢獻，貿易順差保持增長。美國最近再加徵關稅，人民幣可能會更波動。經濟政策可唔可以有效抵消關稅帶嚟嘅衝擊，仍然有待觀察。呢粒朱古力咧外硬內軟，唔知道美國嘅情況係咪都係咁呢？對外嘅政策就強硬，對內嘅經濟就繼續有驚喜。美國新政府上場，硬推移民監管同埋關稅政策，市場憂慮會影響美國經濟、通脹同埋減息步伐。但美國嘅超卓主義持續，零售、就業市場同埋創新科技依然領先全球。要留意嘅係，美股市盈率已經升至10年高位，上次回調係2021年。究竟美股可唔可以挑戰更高嘅水平？關鍵在於公司嘅盈利增長能否符合市場預期。哇，係法式千層酥喎，每一啖都係歐陸嘅味道。咁誇張，我就麻麻地啦。又唔係人人都中意呢啲酥脆嘅口感。就好似歐元區整體嘅經濟表現仍然比較脆弱，好多國家嘅財政亦有所限制，加上美國又有可能推出針對歐盟嘅關稅，唔明朗嘅因素都好多。雖然係咁，但歐洲股市已經大部分反映呢啲利淡嘅因素，未來市場或者會有更利好嘅消息。俄烏戰事緩和，通脹壓力減少，央行持續減息等，呢啲因素都有可能支持股市。簡 Sir， 要唔要試下呢個日本芝士蛋糕呢？要排好耐隊先至買到㗎。日本果然係一向高人氣啊！旅遊業繼續興旺，睇返數據，外國旅客嘅經常帳收益已經超越2019年嘅水平，達到6萬至7萬億日元。不過市場嘅睇法仍然有分歧。日本嘅製造業指數持續向下，但係非製造業指數嘅表現就向好。通脹持續上升都會令到日本央行有繼續加息嘅可能，所以我哋對日本嘅展望偏向保守。咁亞洲又點呢？亞洲區嘅投資氣氛都受美國嘅關稅政策影響。不過實際嚟講，亞洲國家對於美國嘅貿易順差相對較少，相信美國向佢哋大幅開徵關稅嘅機會唔會太大。印度嘅經濟仍然強勁，不過南韓同台灣就有機會受到晶片需求週期嘅影響，所以我哋對亞洲嘅睇法係中性。稅季又進入倒數階段啦，唔想辛辛苦苦儲起嚟嘅錢全部拎晒去交稅，大家可以善用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TVC， 盡享每年稅務扣減上限。慳落嚟嘅錢亦都可以用嚟加大強積金投資，長年受惠複息效應，幫你壯大退休儲備。透過富達 Smart Retire App 網上申請，最快15分鐘即可完成。快啲嚟了解更多。有簡 Sir，MPF 就一切從簡啦。